珠海十字門最後一塊純住宅地塊，講緊120萬嘅總價，就可以攞低58平方嘅兩房單位，而且成個小區升級咗啦，自帶咗無邊際泳池以及咁大嘅會所。瑜伽室、健身房以及網球室全部都配備埋俾你，而且每個月嘅租金可以去到4200蚊，輕軌站、華發商都全部係你屋企樓下，而且咧十字門小學、中學全部你屋企嘅細路仔行路就可以去得到啦。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帶住你哋上去 have a look。嗱，就係呢一個單位啦，58個平方咧，做到兩房單位啊，而且呢個空間感都係非常之舒服嘅。重點係樓下就係十字門嘅中小學啦，你屋企嘅小朋友咧，平時可以俾人哋瞓多半個鐘啦，而且呢個單位可以租到4000蚊一個月啦，非常之高嘅呢個回報率。樓下對面就係馬騮洲山體公園啦。週末咧，一家人可以去到嗰度露營，非常之舒服啊！而且咧，4000蚊你租出去，簡直就係以租代供俾到你啊！全屋嘅家私家電咧，都係發展商而家送俾你嘅。你三口人咧，執啲口中牙刷就可以直接搬入嚟住啦。廚房咧都係所見即所得，天然氣啊以及呢啲島台全部都係配埋俾你啊！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可以俾你洗衣晾曬。乾衣機啊、洗衣機啊都位於呢度，另外兩間房間咧就位於呢度啦。全屋嘅中央冷氣同時都係配埋俾你嘅，一個房間去到10個平方，另一間房間去到6個平方，而且樓下仲自帶咗1.25萬平方嘅商業街，仲自帶咗返到香港荃灣太子尖沙咀嘅直通巴士、輕軌站啊、華發商都啊，全部都係配備埋俾你啊！咁對於呢個十字門最後一塊純住宅地塊嘅呢個兩房單位感興趣嘅朋友啊，120萬嘅總價你就可以攞低，而且咧租金去到4000蚊，以租代供就 OK 啦。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 call 316，我係小阿 Follow me 帶你揾返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